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3篇，创世纪41章14节到36节，启示录15章第1节到第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主的计划。在约瑟与他的哥哥们相认的时候，他曾经说一句非常重要的告白。他说：北耶因为你们将我卖到埃及而难过，是上帝差我先你们而来，为了要保全你们的性命。可见约瑟非常清楚，他的一生所遭遇的事物都是在上帝的计划当中。然而他也坦然地接受上帝给他的呼召。创世纪第41章37节到57节记载了约瑟接受埃及王的命令，成为了管理全埃及的宰相。因为只有他具有上帝的智慧与能力，足以带领埃及来度过将来要面对的大饥荒。王和他的臣仆都赞成这政策，于是王对他的臣仆说：我们再也找不到比约瑟更理想的人，因为有上帝的灵与他同在。王对约瑟说：上帝既然把这一切都指示你，你一定比谁都有智慧，更有远见。我要派你治理我的国，我的人民都要服从你的命令。在本国只有我的权力高过你。现在我任命你做埃及的首相。王拿下自己的手指上的印章戒指，把它戴在约瑟的手指上，又把上等的玛莎制成的外袍披在约瑟的身上，把金项链挂在约瑟的脖子上。他又讲让约瑟坐第2号御车，有警卫前导，一路喊着回避。这样约瑟被任命为首相，治理埃及全国。王对约瑟说：我是王，但在埃及全境如果没有你的许可，任何人不准随便行动。王赐约瑟一个埃及名字，叫做沙法纳特巴内亚，又把希里波利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他做妻子。约瑟30岁的时候开始为埃及王效劳。他离开王宫，到埃及各地视察。在7个丰年时期，农产丰收。约瑟收集五谷，在各城镇设立储藏的中心，囤积从周围各地收集的粮食。他大量收集五谷，多得像海滩上的沙粒，无法计量。在荒年没有到以前，约瑟的妻子亚希娜给他生了2个儿子。他说：上帝使我忘记所有的苦难和乡愁，因此他给长子取名为马拿西。他又说：上帝使我在困苦之地繁盛起来。于是他给第2个儿子取名叫以法莲。埃及人享受丰年结束了，就像约瑟的预言，7个荒年接踵而来。虽然周围各地都闹饥荒，但是埃及到处有粮。
等埃及人要挨饿的时候，他们向王求粮，王命令他们去见约瑟，一切遵从他的安排。饥荒越来越严重，遍及全国。于是约瑟开放所有的仓库，把存粮卖给埃及人。周围各国的人也都来向埃及买粮，约瑟买粮，因为天下到处饥荒，灾情会非常严重。我们想想，我们有多少人能够跟约瑟一样，将苦难的生命看成为上帝的祝福、上帝的计划以及上帝的呼召呢？很难，但也值得我们基督徒坚持以及学习的功课。保罗在宣教的旅程当中，总是会遭遇到旅外的犹太人的阻挠，甚至煽动群众要杀他。但是上帝的圣灵却时时刻刻在他的身边看顾、保守他。虽然他被群众殴打、丢石头、受伤，好像死了，却因此也救了他的生命。保罗仍然勇敢地见证主，传福音给人。因为搅扰而经常更换地点，看起来是很不顺遂的。可是呢，这就是上帝将福音广传的计划。使徒行传14章19节到28节记载了保罗在路斯德医治了一位生来就瘸腿的人。在这之后，犹太人就教唆众人要杀死保罗这样的一个情形。但是有些犹太人从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及以哥念来，他们唆使群众用石头打保罗，以为他死了，就把他拖到城外。当门徒们环绕着他时，他站立起来，走回城里去。第二天，他跟巴拿巴一道往特庇去。保罗和巴拿巴又在特庇传福音，使许多人成为门徒。他们回到路斯德，然后到以哥念，又到比西底的安提阿。他们到处坚固门徒的心，鼓励他们坚守信仰，又告诉他们，我们必须经历许多的苦难，才能够成为上帝国的子民。两人又为各教会按立长老祷告和禁食之后，他们把他们交托给他们所信靠的主。两人经过比西底地区，到了庞菲利亚，他们在别家传布信息，然后到亚大利，在那里坐船回到安提阿。当初就是在这个地方，他们被交托在上帝的恩典中来从事现在已经完成的工作。他们回到安提阿，就召集教会的兄弟姐妹，向他们报告上帝怎样借着他们的工作，怎么样为外邦人开了信仰之门。他们在那里跟信徒一起住了好些日子。这些阻挠反而促成了福音的广传，这是上帝的计划，胜过了作乱犹太人的计谋。诗篇133篇，弟兄姐妹和睦相处，多么的美好，多么愉快！正好比珍贵的香液从亚伦头上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这好比黑门山的甘露，降落在锡安的群山岭，在那里上主应许赐下永恒的生命。
感谢上帝，你告诉我们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全能的保守带领。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更专心、更尽力、尽心的，来跟随你、服侍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